主后2023年12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重新立约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赛亚书54章第10到17节。耶路撒冷，你这个未怀孕、无生囝的妇人啊，着唱歌；你这个毋捌经验催存艰苦的妇人啊，着出大声欢喜唱歌。因为受气杀的妇人会有真济囝儿，比有丈夫的较济。上主安尼宣布：着扩展你大的布边的地，着甲你布边的布扭开，毋通限制。说着牵甲真磅，膝仔拢顶互条。因为你为四面扩展领土，你的后代会得到列国的土地，荒废的城镇会有真济人住。毋免惊，你袂阁再见笑，你免阁忍受侮辱，着袂记得你少年的时的见笑，毋通阁记牢你做寡妇的体辱。因为创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是你的救赎主，伊受称呼做全地的上帝。以色列啊，你以前是少年的妇人，互上主你的丈夫气杀，心忧伤。毋过伊叫你倒转去伊遐讲：虽然我有暂时气杀你，我要用深深的疼接你转来。我捌对你发极大的受气，离开你一时仔久。呾我要用不变的疼怜悯你。上主，你的救赎主安尼宣布：这对我来讲，若亲像挪亚的日，我立誓袂阁互大水淹没大地。呾我嘛立誓袂阁对你受气，袂阁责备你。大山袂当刷开，小山袂当牵线，毋过我不变的疼永远袂离开你。我会永远遵守和平的约，怜悯你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耶路撒冷，你这个受苦的城啊，你互暴风扫走，无人甲你安慰。我要用彩色的石甲你重建，用蓝宝石做你的地基。我要用红宝石甲你起城塔，用会发光的宝石做你的城门，用珠宝做你四围的城墙。你的囝儿拢会受上主教导，你的子孙拢会平安繁荣。你会因为秉公行义得到建立，你无啥物通惊吓，因为袂阁受压迫。恐怖会离开你远远，恐怖袂逼近你。若有人攻击你，毋是我引起的，所有攻击你的，会互你拍败。你看，我做拍铁师傅，因分火炭互火焰制造武器，我嘛做毁灭者，因起来施行造灭。所有为着要攻击你制造的武器，无一项有路用。每一个伫法庭控告你的人，一定袂胜诉。这是上主的仆人应得的产业，我要维护伊，互伊胜利。上主安尼宣布。虽然上主的子民捌因为悖逆犯罪，受到上主严厉的处罚，毋过这并无表示因要永远受遗弃，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
伫今仔日这段那是外体的经文中，苦难虽然亲像长夜难熬，毋过就算盼来黎明，上主要含伊的子民立新的约，是永远长存不变的。亲像咱啊历经大水了后，天顶挂着彩虹之约，意思是袂搁再毁灭的应允。安尼的约定保证以色列人就算捌国势衰败，像袂当生养的女子，也要因为上主的看顾，通得生养众多。伊要重新振作，毋若人口甲疆土要扩张开展，捌衰败的城也要重新繁荣起来。若是这一切，拢是因为上主的慈爱甲信实临到以色列，以及伊大能之手掌权的缘故。就算这段经文原初对象是以色列群体，总是对基督徒来讲，这段经文也有深刻的提醒。伫人甲上主的关系中，就算有时人会因为犯罪软弱，甲上主的关系疏离，甚至生活形态完全背离信仰，总是对上主来看，无一项罪是大过上主的恩典，直到上主袂当赦免。换一句话讲，只要人愿意回转，搁再将生命的焦点重新对准上主，搁用真实的改变来回应上主的救赎，人就会当随时搁再甲上帝同行，就亲像上主甲人立新的约，互捌坠落的性命会当重新振作起来。无论是上主甲以色列人民重新立约，也是耶稣为着人类的罪甘愿受钉伫十字架，用伊的宝血洗净咱一切的罪，这会拢显明咱所相信的上主，并毋是高高在上用权威压迫、奴役、执法伊子民的上帝。相反的，上主出自伊的疼，伊在意的是你我的性命，是毋是有得到真实的平安，或者还踮伫黑暗中受罪困迫。英国基督徒文学家 C.S. 路易斯捌讲，教会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吸引人到基督遐，互因成做小基督。假使因无安尼做，所有教堂、圣职人员、宣教、讲道，甚至圣经，拢只不过是浪费时间。神成做人无其他目的，你知影，除了这个以外，甚至规个宇宙的创造，还会当为着什么目的？迄是值得怀疑的。上主甲以色列人立新约，目的是要恢复因甲伊的关系，互因因为甲伊重新连结，搁较通得复兴。相反，当咱互耶稣的疼感动，搁决定要跟对伊的时，咱也通得到拥有崭新的人生，享受真实的幸福甲喜乐。这就是上主创造甲拯救的目的，搁较是教会存在的意义。未想，我是毋是真正相信，所有罪拢通得上主赦免？我是毋是真正相信，所有罪拢通得到上主的赦免？咱来祈祷。
信实的上主，亲像重新甲你立约，每一日我拢要来到你的宝座前亲近你，承愿我生命的方向得到引带，互我无搁再亲像羊行迷路，搁愿我的性命会当出黑暗入光明，托你留我，每日拢搁较信耶稣奉主的名求，阿免。愿上主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